为着要强化台湾防灾的能力，在内政部已经培训4万外的民众来做防灾师。即马嘛规划要招计程车司机，也有公务的管理员也做回来做防灾师。目标是今年要增加到10万个人。也毋过，其实计程车团体是讲，因到今呢对这政府的规划拢无啥清楚，而且做这防灾师到底有啥物好康嘛毋知，上课意愿其实无啥够。 学安怎做 CPR 替受伤的人指挥，为了强化社会防灾韧性，内政部为2018年到今，已经培训4万外的民众学习急救、避难、救援的知识，成做防灾师。内政部即阵按算要招客停车司机、公寓大厦管理人员接受训练，也成做防灾师。目标是今年会当增加到10万人。主要是考量说，因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涉及平常我们公益大厦大楼的公共事务管理，所以他如果学习这个防灾的教育技能的职能的提升之后，他可以在公共事务上去面对他的住户，他可以去协助他们，或是教育他们这样子。那计程车司机是 主要在于它的一些全台的普及性。台北市客运车职业工会认为，政府要甲规划交代清楚，互因较了解整体规划要做啥，要安怎做，要无因对规件代志拢无啥啥。另外，因为防灾师的训练需要2天的培训时间，工会讲，政府若无提出诱因，可能无司机愿意拨时间去上课。我根本就唔知讲伊要做的代志是啥，也是讲我摕到这个防灾师，我到底有啥物好处？ 还是讲我到底在做什么代志，我拢唔知。变讲你一定要用鼓励的方式嘛。啊，你鼓励的方式到底是偌济？你讲下清楚啊！啊，无社会大家拢去讲，我下摆内政部要叫计程车司机，计程车司机会惊呢？你是要甲我强制，还是要安怎？我们没有强制他去受防灾师的训练啊，不过我们有协同交通部还有一些计程车的主管机关跟工会来持续做沟通，就是说，看有没有什么诱因让他们可以来投入防灾教育这一块。 消防署强调，并无强制一定爱参加，也不会强制要求一定爱参加什么任务。也解说讲，主要是因为考虑台湾地动济、风台也济，内政部希望透过鼓励培训防灾师，扩大全面应变救灾的能力，通伫灾害发生的时自救，也帮助身躯边的人增加台湾防灾韧性。记者郭文正准由新北报道。